道鞠躬，坤道鞠躬。各位，我们杨老师，我们各位同志，以及我们的各位处长，各位青年大德，大家晚安。从我们上天慈悲，天人师德，或许今天在这么的因缘，跟各位报告《金刚经》的一个内涵。因为或许今天可能要辛苦一点，要用普通话来讲，因为里面听不懂闽南语，所以今天或许特别用普通话来讲。为什么呢？因为或许讲普通话很出力很吃力所以没有办法就是勉强讲，让你们认真听，好不好？好。那当然或许如果是讲不对，语言不正还好。今天我的阿叔面在这里，如果他在这里，他肯定你讲这样不对，要卷舌。因为小孩子别忘了他不管你说天天在上课不在上课那因为我们在过去在《金刚经》在去年已经上了1年，今年已经第2年来了。那我们当然呢，《金刚经》过程都是一个半小时然后后半小时由各位来做一个心得分享。那如果大家要分享的尽量的举手，那没有举手的，也或许来做一个指点，给各位做一个大家做一个报告。因为或许为什么要留后半段的时间？因为就好像须菩提在《金刚经》里头，虽然他有1250人50人去这样听法，但是我们要了解，如果没有当机者，也就是须菩提当机者，我们基本上听到佛陀在讲大乘佛法，那很多人都听不懂。那既然一问一答，我们才能了解佛陀就是在讲这么的深奥的道学。那为什么呢？因为须菩提是在佛陀的10大弟子，也就是他解空第一，他对佛陀的这么的一个大乘佛法，他很了解，他很深入，所以他能够唯有这些弟子能够代替于佛陀来做一个解析《金刚经》的大法。因此我们在《金刚经》整个过程之中，这叫什么？须菩提，对不对？整部《金刚经》叫须菩提。那因为是须菩提跟佛陀的当机者，我做一个比喻，就好像台湾的鸡头。那台湾的鸡头呢，要跳起来，上面是讲话，我相信一堆人都听不懂。那如果没有旁边的我们在台湾闽南话就讲歌头也就是我们讲当机者这个人，能够了解这位神明他所讲的语言是什么语言，那基本上我们很多的信徒都没有办法了解这个神明来所讲的话是什么内涵，也是这个意思。那当或学刚才所讲的，我们《金刚经》也不再讲也不要讲多与广，我们最重要就要了解你《金刚经》里面的内涵。大家如果不懂的，大家能够提出来大家能够切磋。尤其《金刚经》它是一个佛陀在《金刚经》第15分所讲的，如来是为上圣者说，如来是为最上圣者说。因为如果我们今天修小乘佛法，甚至于我们修中乘佛法，
如果你没有进入到地的菩萨，连全教菩萨、全教大圣菩萨，他还没了解佛陀在讲上圣佛法是什么的意思，连什么全教菩萨，那什么全教呢？因为全教是用一种浅巧方便，就好像菩萨，佛祖在讲到52菩萨位，他讲到三显，他讲到圣三显，圣显，什么叫做圣？什么叫做显？因为在《金刚经》的第7分里头，一切贤圣，一切贤圣皆以无为法而有差别，这有这一段话。那一切贤，我们很不了解，为什么佛祖会讲到一切贤圣？贤圣，圣人的圣，对不对？那个贤这句话，如果在佛教里头，那为啥怪怪吗？那贤圣不是我们在中国洪老佛祖所用的名词吗？为什么在《金刚经》也拿这2句来参与讲？那贤是代表什么？那圣在代表什么？那当然，显是代表三显，代表三显。那圣是代表十圣，十圣。那什么叫做三显呢？52菩萨位里头，它第一就是实性，第二就是实显，实住，实住。第三，第一实性，性里头它还不可以讲显，你要进入到第二实住，第三实显，第四实为相。这个住、显、为相，这三显，这才能够达到三显。那圣呢，就讲到什么？初地菩萨、2地菩萨、3地菩萨、4地菩萨、5地菩萨、6地菩萨到7地到8地菩萨，他是一个究竟地菩萨，他是不退转地的菩萨，所以他讲就是实圣，就是神圣。所以这个贤圣的因由也是这么的一个因缘而来，所以叫做一切贤圣皆以无为法，因为他们要达到所谓的三显到十圣，他们走的路线要以无为法，对不对？无为法，他不可能有为法，有为法，他不可能到十圣三显这个地步来，肯定他在6道的轮回，连进到阿罗汉他进不来，所以这里就是讲到这里。那我们《金刚经》呢，刚才所讲的，为什么会讲到所谓的全教大圣？那全教大圣在讲什么呢？全教大圣他已经在讲到三显来了，就是一个全教大，全是一个全巧方便。因为怎么讲呢？因为如果你要讲说阿罗汉，我们在讲小圣，那毗湿佛，我们也可以在讲小圣。他基本上毗湿佛他修12因缘法，那阿罗汉他修4谛法，苦集灭道。那再来呢，他要讲什么呢？那当然再上去就要讲到菩萨了。那其中有一段我刚才讲的，这一段是实性，对不对？它有一个是实显，实住，安住了，就一个实行了。这个我们过去都有讲了。这么来呢，就实回向了，对不对？实回向。再来呢，就是实地。再来叫等觉，等觉。再来就是妙觉。这妙觉。10、20、30、40、50， 51、52，就是这么的一个计算过来的。那当然了，52菩萨位我们要了解，因为实性、实行、实回向，那我们要怎么去称呼它呢？所以这一段我们就把它称为叫做什么？全教，全教，全教大圣，因为它也不是一种小圣它也不是一种毗湿佛的因缘，它已经走到要见地了，快要见地，所以它这一块在佛法里头，它有一种叫做判教，判就是一种判它是什么类的，
看它是什么类的，这里是一种全教类的。那我们刚才所讲的，因为讲到这里，就是说如来为上圣者说，如来为最上圣者说。基本上来讲，如来要讲到《金刚经》，这里不是像一般的百姓，还是一般的信徒能够讲这些法，这些法不是一般人能够听得懂的。所以当时我们还记得，在《法华经》的时候，佛陀在讲《法华经》的时候，5000弟子来离席，阿罗汉来离席。什么阿罗汉？因为佛陀讲到《法华经》，这是一个很奥妙的道理。当你阿罗汉是一个小圣阿罗汉，你要听到佛陀讲大圣佛法，当然听不懂。所以那个时候呢，佛陀在骂这一群人，就骄牙败爪，生不知菩提果来的道理就是这样。那或许为什么会把这一段的因缘拿出来讲？因为这个因缘我们一定要了解。今天你来听大圣佛法，就好像那我们前一趟我们的副领任沈阳州副领任，他说他想跟我们叫他起来分享说他的心得。他说，点是你讲得很清楚，讲得很好，但是我还是听不懂。那时候我讲得很清楚，讲得很好，你很清楚了，很好了，你又听不懂，这个是什么道理？我就搞不清楚了因为讲得很清楚，你懂得清楚，就你了解了嘛，对不对？肯定你还不了解嘛，所以肯定一个人还停留在懵懵懂懂。那或许等一下也是按照惯例。跟各位做一个分享，有人分享你就起来分享，没有起来分享你就按照惯例教育所以大家呢认真听了该记录的也要记录，不要被我叫到很有压力跟各位做一个互相的一个勉励这个因为我们今天不是一般的道歉，今天大家都听我以上讲不好听的话，有的是30几年40几年都有了，对不对？就是道理。那我们金刚经有的还没有听过，或许有讲。金刚经要分为这个4大分，因为之后分为4大分，就是信解行证这4大分。如果我们以4大分来把它切进去，可能我们能够了解金刚经大部分的含义。从第1分到第8分它是在讲信信。因为这一段从第9一项一项分，它到16分能消业障分，这一段在讲什么？讲解开的解，所以信解。那今天讲到第17分，第17分我们已经讲到，刚讲5次今天讲到第6次了那今天能把《金刚经》的第17分整篇我们可能会做一个结束。那第17分它是要讲什么呢？行，也是说，因为这不是一般的这你已经要走过去了，也就是你要面对了所以这是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不是还在那边了解呢，但是你知道你不知道的问题，你一定要走过去，你要面对这个问题所以第17分、第17分到23分，他在讲什么？行。那当然，到24分到结束，他在讲什么？讲正，就是信解行正。那当然，刚才说讲到第17分，我们就讲第17分。那第17分呢，我们刚开始就讲到什么呢？他开宗明义就讲到究竟无我。那究竟无我分，当然大家都了解，究竟无我不是佛陀当时所把它编列的一个分那是昭明太子梁武帝的儿子，昭明太子把它分类是32分的，应该或许讲得很清楚吧。那不是这个不适于佛陀当时，那因为现在目前很多佛教弟子，他们都不用当时梁武帝的儿子昭明太子所分类的这么的32分的道理去讲。因为他说，因为佛陀当时没有这么的一个分类，干嘛
或者代表佛陀的意思，可能会把他的意思把它什么把它忽略掉。那当然，我们今天如果没有照明开始来把它里面的段落把它分出来，那基本上我们真的听不懂它的意思。那我们一定要了解，虽然分的四大分，信解行证四大段。但这四大分分成32分，分了4大段。那在32分里头，它没有什么？它没有断裂，它是好像一条铁链，好像一条铁链。那这个铁链呢，它完全没有断解的。虽然它有分了32分，但是每一分它是丝丝相扣的，所以这一段佛学要特别跟各位做一个报告。那当然，我们今天讲到行，因为什么会讲到行呢？因为行就是让你走过去。那我们今天开始这里我们之前有讲过去的或许再把后面给各位做一个参考。因为32分里头，他开始就讲到这一段话因为弟子呢问了问佛陀有这段话然后佛陀在这里尔时须菩提白佛言：世尊，善男子善女人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弥勒应作弥勒降伏其心如果这一段话你们在哪一个段落有看到？到第2分，他有看到世尊，若有善男子善女人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弥勒应作弥勒降伏其心，这一部分在第2分就有发现到这一段话。那为什么在第17分又有发现这一段话？有人就讲说，什么时候佛陀在讲重复的话呢？那佛陀是一个大学者，他不可能再讲重复的话。为什么？因为或许刚才分了4大分，我们可能是了解，刚信还是懵懂信解行证信解行，我们还不是很深入的，还是不是很了解。但是我们进入到信，已经走到第8分要进到解，从一项一项分，第9一项一项分，开始就走到16分。我们解析在整个《金刚经》里面的含义，我们慢慢有深觉。要有深觉呢，我们已经了解了。那到第17分，佛陀再把这段话，须菩提白佛言：尔时，在那个时候，也就是须菩提问佛陀这段是须菩提问佛陀。那问佛陀相对的2句话都是一样的，那2句话都是一样，但是它的意境是不同的。一个是含糊在问，还不了解在问。那到第17分来了，他已经听到佛陀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若见实相，非相即见如来，这么的深奥的道学。那当然走第17分，究竟无我。那究竟无我，就是说哪有？因为我们要安住我们这个真心，我们要降伏我们这个妄想心所以他就一直在讲里面的东西，他一直在讲说，究竟你有一个众生你要给我度，究竟我在度众生。所以这个是我们在前段都有讲，我们也不要再一直在讲这个问题或许说稍微是介绍一下。佛告须菩提，也就是前一段，就是须菩提在问佛陀须菩提问佛陀，白佛也在问佛陀。这一段呢是佛陀直接答复须菩提。佛告须菩提：善男子善女人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当生如是心。我应灭度一切众生，灭度一切众生矣，而无有一众生实可灭度也。所以在这段话，也就是佛陀就直接告诉须菩提：须菩提如果有一个善男子善女人，我在当时在讲到善男子善女人，他不是我们一般人间的善恶的善。这个善男子善女人也是这种人，也是在发大菩提心的人，这个就是能够称为这善男子善女人，因为他要发什么？
发无上正等正觉的心，好，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无上正等正的心，当生如是身，如是心。你要了解什么叫做如是心？这个如是叫做你要生你的清净心，成我一如，莫非皆是，叫做如是。如是我闻，亦时佛在舍卫躲其事与孤独也，以大比丘众如是。那这个如，或许在早年有跟各位做一个报告，如是实相般若，以观照般若，是就是闻照般若，闻知般若。所以如是两个字叫三般若。很简称的道学来讲说，如是是在讲什么？是在讲我们的清净心，是在讲妙用，在讲妙用。除了从你清净心所流露出来的妙用，简单来讲就是如是。那你要生如是心，如是清净心，哎，就是这个道理。所以你要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你要生如是清净心，你要灭度一切众生，灭度一切众生，而无有一众生实可灭度障。如果你是一个菩萨，你有一个众生度，还有众生给我度，那个叫做什么？那个叫做我相、人相。以众生相，以寿者相，这个完全不是菩萨。所以在《金刚经》的第3章就讲了，须菩提，他就直接讲须菩提，若菩萨有我相、有人相、有众生相、有寿者相，他即为菩萨。他在第3分就讲得很清楚啦。所以我们一看到这里，我们就马上了解说，因为我们要度化众生，要发清净心，度化众生。你要达到究竟无我，没有一个我在度众生，没有一个众生在我度，这个叫道。所以若菩萨有我相、有人相、有众生相，皆为菩萨。就在这里有讲了哈。所以者何？须菩提，实无法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好，没有一个法所我度，没有一个法所度。但是讲到这句话呢，我们听得起来怪怪的。佛陀讲《金刚经》。讲《法华经》，他讲经19年。你说佛陀没有在讲经吗？没有在说法吗？因为是众生的一个什么一个病，因为众生完全没有办法转过来，他没有办法完全转过来，因为佛陀是应众生的需要，所以叫做应众生的机，叫做应机构教。那佛陀他什么？他虽然讲经说法，他没有执照。他没有执着在讲经说法，所以没有一个我在讲给人听，也没有一个人在听我讲经，因为他是达到刚才讲说一个无为法，对不对？不可以有为法，你心一个有为法，有一个人在讲经给我听，有一个人在听我讲经，就是有染，就是有染，这个染就染心嘛，对不对？那染心，你这个心有染了，我请问。你是我的事相，我不断，你人而不断吗？对不对？那我不断，人而不断，你要什么众生相？什么叫做众生呢？就是众念重生嘛，叫做妄想嘛，对不对？什么叫受者呢？受者叫执着嘛。所以有我人演变的这种分别执着，就是这个道理。所以我们今天在学大乘佛法，你要度众生，也不可以。你要起了一个什么？要生了一个如是心。你要得到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要得到无上正等正的心。你要去度众生，你也不可以有一个众生所度，没有一个我在度众生这个念头。所以你要念头。那如果我们这样讲说，那我就不要去度啦。你就落在断灭了。所以你有这句话，你要落在断灭了，听懂吗？这个叫做断灭空。所以佛法不好讲，道理不好讲，就是这样，要断灭空。那断灭空，我都不要就好了。也没有来，也没有去了吗？这又不对了，又落在断灭了。所以我要讲又不行，我不讲又不行，对不对？佛陀当时在讲一句话说：我若讲法，众生死者在法上；我若不讲法，众生死在轮回上。那你要叫我讲，还是不要叫我讲呢？所以我们讲《金刚经》就是什么？所以是说，我们讲《金刚经》，
的法，就是在你缘起一切法中，这是缘起性空。你一言，什么是缘起？缘起就是一个诸法的意思。我们等一下就要讲到，缘起就是一个诸法，对不对？所以我们刚才就是讲到，所以我现在或许要介绍整个片段哈。所以我们今天到这里来，如果我们已经讲了第17回就讲了第5次了，今天第6次了，所以或许只是大概做一个介绍。所以他在讲说究竟无我，前面在讲究竟无我，那究竟无我，连你要得到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你要得无上正等正觉的心，你都要花什么？要花如是，常我一如，莫非皆是，要花这个清净心。那你要度化众生，那你才不会什么有众生可度，我在度众生的这么的一个我等四相的一个相哈。那佛陀一直说，一直引申，延伸到什么呢？连佛陀当时他证道的时候，在燃灯古佛，他受记的时候也不可提早，因为究竟无我嘛。所以须菩提于云何？如来于燃灯佛手有法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佛是真。如我所解说义，如我解佛所说义，佛于燃灯佛手无有法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所以在这一段里头，他是在证明，因为佛陀拿到他当时受到燃灯古佛证道的时候。那个时候，他也说，如果我后面就要讲了，如果今天呢能够得到佛陀所得到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呢，肯定我所得的这不是一个正法。须菩提，实无法可得，实无有法，如来第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有没有？实无有法，实实在在没有一个所有法来给我什么？来给我得到这个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为什么？我们一定要知道，你本来就具足了嘛，何其自性本自具足嘛，何其自性本不生灭嘛，何其自性本不动摇嘛，何其自性什么不生灭嘛，何其自性生万法嘛，都是具足在一切，你还要得到一个什么东西要问你？所以他说实无法可得，如来得阿耨多罗三。没有一个什么一个法给如来从外面拿进来的那个无上正等正觉。我请问各位请解，无上正等是从外面得的，还是你有具备无上正等正觉？这句话我们就肯定我们自己具备的无上正等正觉，这个要不要说了哦？那佛陀在讲到这里来了，就是在详细的解释，这个详释。须菩提，若有法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者，如果有一个法，有一个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的法，燃灯佛即不与我所受记，如来世当得作佛，号释迦牟尼佛，以实无法，以实无有法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是无燃灯佛与我受记。作是言，你于来世当得作佛，号释迦牟尼佛。所以这里就是详细的解释。我当时到燃灯我人所去斗受记的时候，如果有一个法可得，那当然燃灯佛他绝对不受我这个记。为什么？我们今天看到六祖坛经到第7品到第8品。就好像永嘉大师来做一个比喻哈，永嘉大师他不是一到六祖大师去求到六祖大师的法，不是这个道理，他是去正道而已，因为他已经开了这个正道，而不是说去到六祖大师一速觉住一个晚上我就觉，不是这个道理，因为他到六祖大师那个地方去，六祖大师跟他的印证。他都能够跟他对的，也就是说，佛的意境跟佛是平等的，菩萨的意境跟菩萨是平等的，比湿佛的意境是比湿佛是平等的，阿罗汉的意境是跟阿罗汉是平等的，对不对？它是平等。那当然，永嘉大师的意境跟什么六祖大师的意境是平等的，
那个境界都达到无上正的意见。他一讲啊，他们就把它应啊，所以他说你亦如是，我亦如是，你跟我都是一样。那我请问，师父去那边住了一个晚上觉悟吗？如果这么的解析，他也看不起永嘉大师啊，对不对？因为他已经证到开回去啊。那六祖大师就跟他讲说，你在这里住一晚吧，明天才回去吧。所以在那就是在那住一晚，才给人家说一宿觉，住一个晚上才觉悟啊，哎，不是这个道理。所以他本来是具足于，如果说他还要来六祖大师得到六祖大师的诱惑，我才能够什么，我能还要觉悟，那肯定六祖大师，哎，不讲那句你亦如是，我亦如是，也不讲这句话。所以我们也就是说，燃灯我，如果我有一个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可得，燃灯我就不我所去。这一句话，当得做佛，你未来的那个佛号就是释迦牟尼佛，一时无法可改。也就是说，没有一个法可得，因为只是一个一个正道而已。这一点我们要了解。所以六祖大那个佛祖，当时他到燃灯古所谓的正道那个因缘拿出来做一个详释啊，做一个详细的解释，实没有一个所得，没有一个所得。再来，那当然了，这个是我们在过去所讲的为什么呢？如来者即诸法如意，若有人言如来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须菩提，实无有法得佛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这个都是在前世都有讲。为什么原因呢？增起转显，也就是增起转把它过去的还有为什么原因，他把它再做一个比较简单的做一个解释。它可以什么原因呢？如来者即诸法如意。这一句话我们就要注意啊。如来者这两句话，而不是在讲释迦如来的如来。如果这两句话你讲释迦如来的如来，你就搞错了诸法如意在这里或许刚才在讲的诸法诸法，这个诸法或许要特别解释一下这个诸法，诸是代表一切吧有人就讲一切法嘛这个诸法嘛，有人在讲是万法嘛，这是一个比喻而已万法，这是一个诸法一切法、万法、诸法都是可以去解析的。但是呢，在这因为我们有很多的一个名词，大家听到最后了，不知道在讲什么道理，大家不清楚了所以呢，即诸法如，那诸法如什么义？这个义要注意这个义是在讲中道第一义这个义不在讲我们兄弟的感情的义，这个义这个不在讲这个义所以这个义在讲什么呢？这个义是在讲如法，在讲如法，这个义在讲如法，这个义在讲如汝，这个义也是讲空性，在讲这个道理。这个空性，因为诸法空性在诸法中，诸法在空性中，听懂意思吗？所以在心经里有在讲，色不异空，色是什么？色是诸法吗？听懂吗？空吗？色不异空吗？空不异色吗？色诸嘛，诸是一切诸数因缘吗？一切本是一切诸数有形象的因缘吗？这是诸吗？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吧？这样听懂吗？诸法如义，你这个义在诸法中，对不对？一切诸数因缘没有离开这个性空。所以一切因缘都是我们的自信气所幻化所变化出来的。所以我们这一句话就讲什么呢？所以色空不二，能够断外面。以前所讲的，色在空中，空在色中，这样听懂我意思吗？就是诸法如意。我再讲一个比喻，你这个肉体是不是讲是色诸法嘛？对不对？
你看这个肉体，你看这个肉体，你的肉有眼睛啦，有头发啦，有什么？有胡须，人他就有胡须啦，有我们手啦，有我们脚啦，有我们毛细孔啦，这个不是一切吗？不是一切吗？对不对？这个是万法吗？这个比喻吧。但是因为什么我们能够在这里做，就是你有一个空在这里，就这个义在这里，诸法无这个义在这里，第一义的道理，中道第一义的义在这里，没有这个中地道第一义的主宰，你这个肉体肯定要送到殡仪馆去嘛。那我请问你色有没有离空？有没有离开你这个空性，离开这个义？有没有？那空性有没有离开这个义？所以色不异空，它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所以他是讲诸法如意的道学在讲这里。所以这些我们要懂得，在一切法中，所以都是我们的自性，我们的空性所显化出来的东西。所以才有一句话说：三色无非是净法身，青青翠水即是如来，郁郁黄花我是般若。才有句话。还有一句话是什么？须弥什么？须弥中藏什么？戒尺。那戒尺呢？须弥。这个道理就是，什么叫做诸法呢？诸法就是须弥嘛，对不对？那戒尺是什么呢？戒指叫做义嘛。这样听懂吗？这样听懂了哈。所以叫诸法如意。诸法如意。若有人言，如来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有人在讲，如来有得到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佛陀讲就直接讲，须菩提，实无有法，实无有法，实实在在没有这个法，佛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这样听懂吗？没有的，我来做一个比喻，在《金刚经》的第几分？第6分。汝等比丘，听我说法。如法喻者，如化喻者，如化喻者，汝等比丘，你这一群的比丘、比丘尼，那个时候没有比丘尼啊，那个时候比丘。汝等比丘，听我说法，如化喻者，比喻，如化喻者，来呢，华上应舍。应舍，应该是个法了应该是个法了。何况什么？何况没有法。对不对？法赏喻者，汝等比丘，听我说法。你们这些比丘、比丘尼，听我在讲法。如法，它就是法，就是好像一个什么？一个船只嘛，一个竹筏嘛，就编那个什么，那个木头编成的一个筏，如筏喻者比喻嘛。那这个筏就在比喻这个东西嘛，对不对？当你从此岸到彼岸，彼岸到此岸的时候，你可以不可以？你蹲在筏上，你是不是一样离法上去啊？对不对？你不可能再坐在你这个台上，也就是说你已经得到法了。你还要你还要再知道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吗？你还有这个阿耨三藐三菩提可得吗？那如果你还要再知道这个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我等事就要跑出来了，这个叫做法执，就是这法执，密法执，密法。那或者在《金刚经》的第6分在讲什么？若心取法，若心取相。若心若心取相，对不对？什么？我等事相，对不对？我等事相，对不对？若取法相，还有什么？我等事相，对不对？我等事相，对不对？何以故？若取非法相，若取非法相，我等事相就出来了。
哦，这个会学都有讲过了。因为若心，你这个心取的相，我等实相，我相人相中所有相都出来了。那若取法相，若取法，我们现在六度万心法，我们要听法。你若执着在法，还有一个什么？我在听法，有人在讲法，有人在听法，我等实相在跑出来。所以佛者在《金刚经》在21分里头就讲了，哦，须菩提，若有人言，若有人言讲话，佛陀有说法，世人谤道，世人谤法。如果有人在讲说我佛陀在讲法，那个人是在谤法，这个非常严重哦。怎么佛陀会讲这些话？佛陀讲经说法49年，他怎么说？如果有人在说佛陀在讲法，这个是一个谤道，也就是一个谤法，谤是无逆罪。那为什么呢？因为你看不起佛啦，因为佛应机而教，就好像不学上的比喻，当你今天感冒，然后感冒要吃的，对不对？那你感冒好了，我请问你要不要继续吃感冒药？不要吧，哦，因为你感冒药就不要吃，因为你已经好了。法是给你还不明理的时候用的，当你明理的时候，你这些法一定要放下。药是无奈，你并没有需要这些药，你没有办法医好你的身体。当你的身体医好的时候，那些药是毒，你继续吃下去，你会死掉的，你会死肾的，也就是这个道理。所以说，若心取相是在表象，哦，所以若取法相，所以若取法相，这个就是有功用的。这个是有功用的，这个是无功用的，无功用的不是无路用哦，不是无路用哦，是无功用，有用的，因为他说什么这个有用？他直接有功用的嘛，他直接有功用的嘛，对不对？不是说如果你说我这两项，那这样我都不要了，你会变成一个直空啊，对不对？断灭空又是断灭空的。所以我们现在，你有没有心在取向？我们心每一天、每一个时刻都在动，每一个时间我们都没有办法安住我们的念头，因为它不是叫你不要取向，它不是叫你不要取法，百花丛中过，片叶是不沾身的，听懂我意思吗？也就是说，你在法相，你都有取向，你在法相，你这个心要清净，你的心不能染浊。对不对？因为它只是给你，这个是一个缘起的东西，因缘起的一个功用而已。但是若心取相，我等是若取非法相，若取法相，这个直接有功。若取非法相，这个非法相什么呢？就是个空，非法嘛，对不对？什么佛陀会讲到非法呢？因为这两项是有功用的。如果你今天这两项直走，我都空了，我等四项我都空了，那你要在这两项之中再执一个空，再生一个空出来了，听懂吗？再生一个空，就是再执一个空，就是非法相。在这两项再执走一个空，我都空了，还有这个非法相要跑出来，所以这个是差一点点就很麻烦了。这一点点就很麻烦了，所以我们身上讲一句话说，是吧？生人华人到什么无生华人吧，所以我们要什么呢？我们要真正的这两项空啊，你不要再生个第三，正两空是空，你再生个空出来，两空中生的就跑到这边来，就跑会上，所以他就讲说，汝等比丘，你等比丘，汝等比丘，听我说法。听我说法，你们大家都听我在讲法，法上应舍，这两种有功用的法要舍掉，何况到无功用的法更加要取掉，何况非法，就是这么的一个解释。再一种解释，有一般人的解释说，因为佛法就不可以执守，何况不是佛法，也要什么？
要取掉。那么什么叫做佛法，什么不佛法？哦，佛法已不是佛法，是在佛教里头在分别。哦，他们在分别，什么不是都是因缘所生法，什么都不是，什么不是因缘所生法。所以有人也是这么的一种的解释，佛法，佛陀所讲的法要取掉，何况不是佛陀所讲的话更要取掉，听懂吗？有人是这么解析。但是呢，因为这个解释是一般人的一个解析法。如果我们今天在读我们的我们问到地主解析，这样是不对的。所以这两种要取掉，何况我们在生这两项的已经空了，你在两空我都空了，我都只走这两空就空，跑到这里来了。它虽然不是一个直接上的功用，但是它也是一个很高深的道理。很高兴的道理，这样听懂哈？所以佛得安度三藐三菩提，这个道理就这么要跑出来。然后因为或许是要把它做一个介绍了，介绍下去有时候再一直拖延时间对不起。若人言如来得安度三藐三菩提，须菩提十法，佛陀得安度三藐三菩提。这个是佛陀了再来说，如果有人在讲了实在佛陀没有得到一个法连佛陀当时在燃灯古佛所证道的，他也不可以执照在这里了须菩提，如来所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于世中无始无虚，是故如来说一切法皆是佛法。在这里后学特别再做一个介绍一下须菩提，因为他前面就在解释到什么呢？如来不执着一切法，也没有一个法可代。但是到这一段最后这一段要解释中道，因为不在两边，不执着中，也不执着右。无是为一莫为，以义之彼；无是为无莫为，以义之彼。也就是不是色，也不是空，也不在色，也不在空，也不在空，也不在色，对不对？也是在中间也是这个是解释中道。须菩提，如来所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你说如来都没有吗？都没有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吗？到最后变成一个断灭了，对不对？我刚才讲一个断灭空了，空都没有了，所以他在解释中道，也就是如来所得的三藐三菩提，这句话很重要于世中这句话很重要如果这一句话能够了解，这一句话在讲真如实相，这一句话讲真如实相，这一句话讲真如实相。于世中这个真如实相里面，它是一个无实，还有一个虚。这个于世中，这个真如实相，无实无虚，它没有一个什么一个实，它没有一个什么一个空。这个实，它没有一个实。没有一个实实在在的东西，你有一个实实在在，就跑到这边来了。没有一个空，也不可以至那边。如来于世中，如来所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无实无虚，无实无虚，没有一个实，没有一个空，也就是不落在一个有，也不落在一个空，所以这个空有不二的道学，佛学讲很多遍。空有在空中，空在有中，对不对？就是无实，实在虚中，虚在实中，就是空有不二的道学，才能够动那里。所以这句话是：于世中无实无虚，是故如来说一切法皆是佛法，对不对？这个道理是要讲的。于是佛法就是色归空，空归色，就好像或许像比喻一只甘蔗，一只甘蔗，我们所看到的是什么？
实吧，我们实在这里是甘蔗嘛，虚嘛，我们看到什么？空嘛，没有看到什么？甘蔗的汁吧，甘蔗汁吧，对不对？甘蔗的汁，你有没有看到？你把它压才会流出来嘛，对不对？你没有把它压，它会甘蔗汁会跑出来吗？不可能的事情嘛。那甘蔗的壳，那个壳啊，甘蔗壳的那种渣，甘蔗的渣就是有嘛，对不对？甘蔗的汁呢就是空嘛，对不对？如果你把它压出来，就是甘蔗还能够那什么来换别别，还能不发芽吗？那不可能发芽嘛。所以它甘蔗汁在甘蔗，对吧？渣在里面，甘蔗渣在甘蔗汁里面，甘蔗汁在甘蔗里头，这空有多才能够长出甘蔗的什么硬要出来？那个芽，那个芽出来，这样听懂意思吧？好，说明今天如果没有这个肉体，那你有一个空性，你空性在哪里？你空性在你有中，这个肉体有嘛？对不对？那你的空性在有，你的有在空性中，所以这个空有多的道学。所以我们今天能够这么好的云远，尤其在白羊地史里头，我们能够求得大道，我们能够空有合一来行功了。如果你现在把你分开了，你就已经定盘了。定什么盘？你在人间来了，你做多少功多少德，他已经做一个解释。你要是我今天要在哪个靠近哪个肉体，要投胎来到人间，人家要给你投胎吗？现在都生一个两个，有的人家都不生啊。你排到你啊，人家不生，那要怎么办？对不对？你要来鸟院，那么你要再投一个肉体的胎，要来到人间鸟院，那么简单吗？不是那么简单，要不然你就要等。我请问你要等到什么时候？所以我们今天我们真的非常的有幸，能够在白羊弟子之中，我们能够得到这样大法，尤其能够来修一问大道，在家而出家，在家而成道这个道理。所以师父如来讲一切法皆是佛法。好，在这里呢，他要讲我一切法皆是佛法。刚才这一切法叫诸法吧，对不对？万法嘛，你要把它转进来，不要再看到一切法就跟诸法就离开了，跟万法就离开了只是个名词的跳动而已。所以一切法在佛法中，佛法在一切法中在这里须菩提，所以一切法皆是佛法，是名一切法。这个是三谛道学三谛道学。不仅这个讲了很多遍了因为时间晚上没有办法再讲到那些来了，我们直接讲到今天的主题讲今天的主题。那今天的主题呢，也就是在解释于在佛陀在用他的身相来证明一个这个法身它究竟无我究竟无我。所以须菩提，这个须菩提这一生是佛陀教的须菩提这个探生在里面比如人生长大，须菩提是真。如来说人生长大即非大圣，是名大圣，这是感报一相。什么叫做感报呢？感受到，感受，这个感就是感受，这个报，它就是一个报身。我们一定要了解，这是一个报身。报身。所以佛有三身，有什么？有什么法身，对不对？来呢，报身。来呢，千百亿千百亿化身佛有三身这个三身呢，因为他今天讲到你的人生长，他讲报身，这个报身呢，我们讲到这里，譬如人生长大，须菩提世尊如来说人生长大即非长大，是名大圣，这个道理而不是讲一般的肉身，讲一般的肉身，这个叫做什么？讲报身。那这个报身是在哪里讲呢？也是在正地的菩萨，才能够讲到这个报身。那这个报身在讲什么呢？身有无量好，身有无量好身有无量大，好有无量的庄严，身有无量相，身有无量相身有无量相
无量相，相有无量好，好有无量的庄严哈。